呢套就係國際花神個房嚟噶，126平方個精裝4房嚟。呢度係主人房個位置嚟啊。咁我呢入嚟睇一下呢個位置，呢度係主人房個陽台個位置嚟嘅，都係新送嚟嘅。咁入邊就係衛生間嚟嘅。咁接咗嚟呢，我呢睇下佢整體個格局嚟啊，價錢非常平啊！依家搞活動就係點呢？9000零蚊、8000零蚊都有。呢度呢度係連接陽台嗰個房嚟嘅，係父母個房嚟嘅。外邊嘅陽台有8米個空間嚟嘅，而且邊度達到2米多啊！咁小朋友個房再嚟到嗰度，餐客一睇南北對流，3個陽台嚟㗎。咁嗰度呢就係我呢個陽台嘅位置，主陽台嘅位置嚟啊！可以感受一下主陽台嘅位置，哇，好大空間嚟嘅，非常充足，採光面非常好嚟嘅。咁呢度個空間亦都有4米幾啦，咁南北對流嚟㗎。而橫廳嘅設計嚟嘅，咁接咗嚟呢，我呢就睇下入門嗰個位置嚟嘅。入門嗰個位置呢度都會贈送咗一個房嚟嘅，咁呢度你仲會有一個公共衛生間嚟㗎。好啦，呢套126平方個房就睇完咗啦。如果感興趣嘅朋友可以聯繫我啊。